為咧，我1月9號開始咧就開始做呢個，即係我冇錢裝嗰啲尖啊，我女又唔教我點裝，都冇教嘅，又冇錢啦嚇。咁我就因為做我佔1月9號開始，我做咗20日，但唔係日嚟啦，即係有時公司有嘢做啦，有時夜晚先開工啦。咁但係即係我想拍下片講咧，點解我會做運動咧？我唔係想做運動，我係想做一個科學實驗，即係話我哋人嘅新陳代謝同肥胖呢樣嘢咧，未必係同即係我哋嘅 diet 有關嘅，其實。即係可能同我哋用嗰啲 amylase 啊，嗰啲水啊，嗰啲荷爾蒙干擾劑啊有關㗎。即係你飲流水啊，你飲啲唔乾淨嘅水啊，飲啲唔乾淨嘅嘢啊咁。糖我覺得冇關係，因為我早晚都3斤蜜糖。啫喱我有食啦嚇。飯我有食好多，菜豬肉日日都食，麥當勞日日都食，我可能食得多過你個仔。咁我有啲客咧，佢 follow 我 IG，因為今日係最後一日啦，因為佢變咗有花市咧，我就 end 啦呢個 program， 暫時啊，可能要馬鞍山嗰邊。但我想講其實係氧氣嘅問題咯，即係我發現我不斷咁做咧，只有俾15分鐘嘅回氣咧。我又可以做30下，又可以做30下。咁又話你 AI 咁，我真係做得到啊！睇上升咁樣。咁我又睇下嗰個海軍特種部隊啊，燒啊，嗰個入役資格咧，我係爭未跑到4.8 km 呢樣嘢嚇。同埋嗰個20下呼吸，我而家做咗6下嚇。即係我如果可以唞咧，我可以做到12下，但係佢一嘢20下咧邊得？100張上可以，40下燒可以，其他都可以嘅嚇。我唔係想證明我有幾強壯啊，我係想證明我哋嘅肥胖同埋我哋嘅健康，因為我哋細胞嗰個產生能量嗰個線粒體 mitochondria 咧 damage 咗，咁衍生咗好多樣嘢。因為我點解會研究呢樣嘢咧？因為我患睡眠窒息，我有1個月咧，基本上係坐喺度瞓覺，放咗工12點，坐喺梳化瞓覺瞓咗1個月。我又接受過治療啦、檢查啦、食藥啦，啱嘅。而家我心跳我坐喺度係50幾，血壓係1比70咁啦。我20層樓梯冇問題嘅，唔會特別喘氣。我可以跑2 km 冇問題。咁我好似肥咗隻豬咁樣嘅，點解我又會可以做得翻晒呢啲嘢咧？我都唔係好明點解。我諗係食嘅嘢啦，飲嘅嘢啦。OK， 信又好，唔信又好。OK， 呢個就係我暫時做呢個科研，因為今晚呢度咧清場㗎啦，做花市啊。我會去第二度咯，可能屋企隔離嗰度，但係冇咁大嘅嚇。咁呢啲咁高強度嘅嘢，你唔好試啊！我都要一段時間先適應得到。我好耐冇拍 YouTube 啦，疫情之後冇拍啦，同埋反修例我拍唔下嘅，即係嗰啲衰人啦嚇，我唔拍㗎啦，我整車啊 ，OK， 我亦都唔使拍啊。又嚟鬧我算啦嚇，整得唔好就 OK，係咪？